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前一两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侪人互人隔离，因无法度出门去看医生，也是买药啊，所以就有药局会提供送药啊到厝这款服务。其实送药啊到厝，这是自日本时代就有的服务，一直到1980年代才豆豆啊无去。只不过古早会安尼做，甲今仔的原因是无相共的。今日我来讲英国寄药啊，甲送药的人这项工课。前两冬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政府就补助药局，互因甲药啊送去厝里，互这破病的人。即阵也有的送药啊服务是特别为着要互老大人，也是无方便的人，因毋免出门，就会当去摕到长期咧食的药啊。即款服务即马是为着遐出门无方便的人做的。而且药品嘛有规定讲袂使是用寄的，就要有人送。古早咧寄藏药啊，甲交通无方便真有关系，毋过也阁有别项原因。过去咧寄藏药品的方式，即阵应该也有人有印象，因为即种卖药的方法，到1980年代伫较偏僻的所在也看会到。毋过真少人知影。台湾人厝内藏便药啊，开始会食西药的习惯，是为这个寄药啊开始的。伫日本人来进前，台湾人主要是食汉药，家己去拆药草啊，回来厝转。日本时代开始有西医，总督府为着要改变台湾的环境卫生甲健康卫生习惯，做真侪卫生健康的教育。内底嘛包括安怎去看医生食药啊。迄时因看袂起传统的汉药，为着要宣传西药的好处，1921年也有伫台北的新公园附近举办展览会，除了教育正确的健康卫生观念，嘛介绍西药。迄当阵台湾无生产西药、制作西药的工厂。日本生理人就把药啊为日本运来到台湾，开始用寄药包、寄药的方式来鼓励台湾人食西药。真侪台湾人即马去日本也会买目药水、买感冒药啊，即款便药啊回来，因为日本做足侪咧卖。日本人伫厝内准备这药的习惯是真早就有啊。古早做药啊是靠变方，这互药啊真贵。好野人才食会起。伫幕府时代，因的政府就认为讲药品对一般民众是真重要的，所以因就特别鼓励去补助做便药啊。这对日本制药的发展有真大的影响。到江户时代，都有专门咧卖药的人会把这药啊送去人厝内底，寄藏伫遐，伊一冬后才去去。若有食去，也是用去，才算小付钱。这款方法，互真侪人厝内拢有藏一寡药啊，也嘛互这药啊的销路变加足好诶。日本的生理人就把这款寄卖药啊的方式带来台湾。这进口药品的日本人，因会请一寡人去拣一寡上基本的，像感冒药啊、胃肠药啊，一包一包细包包好。顶面会附一张说明，做伙才去包做一包一包的药袋啊，送去各乡镇寄藏。通常因是寄伫人厝内，有的会寄伫柑仔店，也是装恁一两个头人因兜。这药袋啊，因就用一支铁钉啊吊伫壁顶，有需要的时阵才去摕来食。食过药啊，就要记伫一张药卡顶面。送药的人差不多6个月会来巡视一摆，有食去也是有用去，才来算钱算效。
古早即款寄藏的方法，若是寄卖药啊，早期豆油也是会当保存正古月的糕仔饼，嘛捌用即款方式来卖。卖药的人，伊除了会来收钱，伊嘛会看遮个客户敢有需要订新的药啊。差不多伫1930年代，台湾是家家户户的壁顶，除了有户口牌啊，也阁有2项物件，一项就是农民历春雨图，另外一项就是寄药啊的药袋啊。当然，寄卖是推销药啊的一款方式尔。日本时代的药商通常也有人会载一寡乐器，骑脚踏车伫路林表演，佮先煞卖药啊。毋过即款是爱人济市内才看会到，也阁有另外一批药商，因是专门卖互病院诊所的医生。毋过寄卖即款方式对传统汉药的市场影响足大的。后来本地的生理人嘛学日本人即款方式来卖药啊，因卖是除了日本来的西药，嘛有台湾本地制造的汉药。伫日本时代真正药剂师足少的，因为日本人伫台湾培养医生，所以医生比药剂师加真济。迄当阵西药是拢伫日本做的，只是卖药的利润真悬，就算有管制，专业的药师足少的，也是有人咧做药啊。真正台湾制药厂的大量增加是战后的代志。迄当阵无日本药啊，毋过迄时做药啊、卖药啊的制度也未真正定出来，甲日本时代是差不多相共。药剂管理处是后来才有的，所以1950年代开始，只要若会晓包药啊、捌卖过药啊，嘛拢会当家己做药啊出来卖。只是迄当阵是拢算是家庭工厂，产量诚少。后来才豆豆变做大间的制药厂、制药商。即阵台湾较有名的一寡制药工厂，有袂少间是为日本时代就有咧卖药啊。像讲日本时代的福安堂，后来就变做福安制药厂。即阵中美药厂嘛是日本时代就有的中美药房。明通制药嘛是本地伫日本时代就有的药房啊。为战后做药的家庭工厂变济，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寄药啊上时行的时阵。迄当阵看医生也阁足贵的，交通阁无方便，药品管理的制度也未定出来，政府无啥咧管，所以寄药啊足普遍。有袂少细汉时阵食过便药啊，到呾也阁真侪人有印象。乌干仔飘、小儿经风散，也是明通爱字菜，真侪人细汉时阵拢捌食过。经风散是婴仔着惊，也是落屎的时阵咧食的。明通爱字菜是咧头面汤的，伊青色的包装顶面有2个红婴仔冒一支葫芦干仔。迄时明通制药的标志就是一个葫芦干仔，也阁有细汉时阵看起来感觉生了足水的人丹，一粒一粒足细粒做银色的药丸啊，也阁有治疗生钉啊、生粒啊的吊膏。吊膏是乌色一片定定，都爱用火烘互烧才会变软，才会当打。因为大家习惯都爱打较烧的，感觉安尼才有效。时常也有人烘了伤烧去互烫着的。伫家家户户的药包仔内底，也一定有的，就是万金油甲红药膏。这拢是毋免医生看开药单就会使用的便药啊。所以大部分是食止痛退烧，一寡胃散也是药膏。真侪药商的广告嘛拢宣传讲，因一项药啊就会当治百病。像万金油，什么时阵拢会使用。卖药啊，嘛会伫电台广告，像讲有一条咧卖沙龙帕斯的歌，记录下唱的广告，伊就唱讲兄弟啊，毋免着悲哀，沙龙帕斯上好代，喙齿痛打下怀，腹肚痛打肚财，目睭痛打目白。
因为变药仔的利润悬，阁足好趁，所以足竞争诶。包装诶纸袋啊是哪做哪水，为本底干那一色变做彩色印刷，设计嘛对时代咧改变。古早捌字诶人较少，药仔诶包装顶面画诶图是比印诶字阁较重要。若是伫落屎诶药仔包装顶头会画一个区变数诶人，若是要摕互囡仔食诶药仔，就会画红鞋仔。有真侪药包顶面会画一只虾仔、一只龟，甲一支扫帚。这三项斗起来，号做虾龟扫，食扫诶。也若是治腹肚疼诶药仔，外口阁会画一个人手摸腹肚。治头疼诶，就是这个人是摸头壳。有诶药包仔后面阁会附一张食物相克中毒表，这就是黄色路面绿顶头嘛会印诶图。教人食物件都爱注意，像讲食鱼仔了，就袂使阁食金仔，这两项斗做伙就会中毒。有诶也阁会教人安怎解毒。早期家家户户寄药仔是足好趁诶。送药仔诶业务推销人员赚诶钱嘛袂少。战后拄开始是药厂家己请业务人员去卖药仔，后来嘛会互代理商去负责无共地区诶销售，搁较慢就换做去送药仔诶业务、卖药仔诶业务，因家己为药厂去摕药仔买断了，才去推销。为着要避免竞争。一间药厂，伊嘛会甲家己诶药仔分做无共区，卖互无共诶人。因为遮个送药仔诶人，因爱送诶范围真宽。过去交通工具毋是遐尼方便，若毋是用行诶，就是骑脚踏车。所以因若是去到2-3点钟就会到诶所在，暗时拢阁会倒来厝困。也若无，因就会规礼拜，也是规个月，拢伫外口咧送药仔。拄着要过暝时阵，因就会伫寄药仔人诶厝里食甲困。因为真竞争，所以遮送药仔人甲客户诶关系就爱真好，也无生理会互人抢去。遮推销人员爱会记得逐个家庭内底是住偌济人，因诶体质安怎，有啥物要求，因定期去拜访，阁会教因安怎食药仔、用药仔。后来一寡药商，因嘛会做一寡细项诶礼物，毋过也是时常看会到，伫一寡人诶厝内有放无共间药商诶药包仔。为1973年开始，政府对寄药包诶遮个推销人员业务有新诶规定。若要去送药仔诶人，因爱先去药厂内底训练，了解逐款药仔诶成分。有啥物过敏诶反应，甲安怎食、安怎用，刷落来，因才会当摕到一张服务证，才会当去送药仔。也无若去互卫生单位抓到，是爱罚钱诶。一方面是遮个药品诶管理变较严格，另外一方面是遮个私人诊所嘛变侪啊，看医生交通嘛较方便啊。后来阁有健保了后，台湾寄药仔甲食便药仔诶关系就豆豆仔无去。今日我先讲到遮，我阁有一个消息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静武集诶表演阁来啊，来去海墘仔散步，听海涌诶声，内底有藏偌济故事咧。静武集新诶作品《海涌号》伫8月24拜六。台北艺术节的头一天有2场演出，地点是伫台北市承德路3段63號藝術設計影像工作室。若8月15進前買票，也閣有優待，請大家去 OpenTix 找海涌號。另外，我真感謝伫平台留5粒星留話予我，甲家父的聽眾朋友。大家若是對節目的內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攏歡迎來面冊甲我講。也嘛請會記得訂閱電子報甲追蹤這個節目，推薦予你的親戚朋友。真感謝大家收聽，我是現在的媽媽，大家再會。